从各个地方人马这样聚集在中间打斗，拿棒球棍啊，然后拿什么高尔夫球杆啊，挥棒球棍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听到咻咻咻的声音。我若袂爽，我就送你一支番仔火，甲送你一粒鸡2块。 欢迎回到台语小教室，耶！今天就跟着草屯一起来唱洗脑歌，很多黑话的洗脑歌，乱吼乱叫。那什么叫乱吼乱叫？还是一种歌曲创作顶头的设计，我从头到尾都不会，你也要我大麦照。等一下，可以解释一下黑话是什么？有些犯罪的人会叫警察是电啊、地魔啊，对，那这都是黑话。对。插头，如果把黑话放在行业上面来说的话，就变成是术语了。水泥工了，很长那个楼梯，或者是银架，有人还讲马椅啊，但是他那个马椅的马是马，尔康，满出来的那个马。白鸭鸡哦，白鸭鸡的意思就是你把它拆成2个来看，白鸭俗称料白鸭，打小报告了，然后鸡就是机器，打小报告的机器。如果要讲黑话的话，还有一个最重点，我们歌名是叫陷阱江湖，强调说，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险恶的地方之外，我们也要贴近我们的曲风。陷阱在台语的黑话来说，叫做把鸡骨啦，把。鸡骨啦，歌词就在生的，把鸡骨啦港哦，你们就听不懂哎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把这首歌叫做喊正港哦。对。我突然想到一个港哦啊，就很多人念成港喉，包括我，因为像我一开始在接触在写台语歌的时候，我都会念成港喉。对。然后有一天你纠正我。他说：“港哦才对，哦爱哦，连你妈也这样讲。”对我是这样觉得，但是我那时候我没有查萌点是不是这样，正解一下。对哦，对，那就是港哦。继续走下去。最后一个字呼。恁这边接手难读，我把恁化作灰，就是灰烬。但是如果他要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，它是一句很可怕的。这次你们结束难逃，我要把你们化成灰。为什么？这个就类似像我要把你拖去山顶种的意思是同款。以前的霹雳火老文聪，你有没有看过？我若袂爽，我就送你一支番仔火，甲送你一粒鸡2块。中文是要打灰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这个灰色的台语怎么讲吗？扑色，扑哦，扑哦，嘿，扑。灰烬的话就是扑呼扑，又在乱凑了你。继续啊，继续。车香如电，下人反背无情出卖，拖帮又倒退，心事不正拜关公，遇上输才的9分钟回，就是花双地压枪10年间落因心悲伤。我想了解一下这几句。其实第一句其实蛮简单懂的，你看有些8点档很多坏人都会拜关公。这一句话的整个意思是在暗喻，你心术不正的人，你再怎么拜关公，你最后还是会见阎罗王。所以奉劝大家啊，坏事不要做。草屯囡仔虽然有写一些比较黑化、帮派、台湾黑道这种文化的歌曲，其实我们在歌词里面想要让大家知道的80%以上都是反讽法。我们写的这么恐怖，就是要告诉你们不要这样。拍咯唔通。对，森林泡过有时臭，卡波打叉下人无。但是下人无没关系哦，只要你懂得回头，一切都好处理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对，我们继续听哦。对。好啦，卖走。拖米上阮的车里乌甲顶死死，白鸡讲我无情顶推零滴滴。阿昌，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子这几集下来，看到 MV 都会想到我们在拍的时候吗？我一定会啊，对啊。其实蛮怀念那个。对啊。但是有一些角度，如果以现在我们的思维来说，其实可以调整更好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拍这支累翻了，等的时间很长，场地要塞嘛。我在车上是
整个睡到超沉的，人家咬我都咬不起来那一种。哦，那是因为我们一大早就去望高寮，就在那边拍，然后我一直晒太阳，拍到警察来，警察以为我们是真的在打架，大家都拿棒球棍啊，然后拿什么高尔夫球杆啊，就真的被打到吗？我们是其实都很近，那个在挥棒球棍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听到咻咻咻的声音，从各个地方人马这样聚集在中间打起来的那个画面，那个真的是蛮刺激的。我们其实看这一支 MV， 我们都觉得很爽。导演也蛮有功劳的，黄敏拍的，黄敏拍的。自己人爱瞎唠一下。中间有一个撞声词，电话监听咧轮流换，电啊车接近，响起哔啊声。他那个哔啊声就类似警察在追人的时候。咚咚咚咚，哦，我只是把它比喻成哔啊声，哔啊声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一小颗那个口哨，口哨，哦，不要那么痛苦，不同词但同义啦，因为它都是。警笛声，我只是塑造那个氛围，因为我不知道警笛声的台语要怎么讲。可以，我给你过，给过 ，OK。台语要怎么单押双押？台语就跟中文一样啊，对，看到其他节目它这样呈现，我们就是这样呈现啊，只是语言上的差别而已。其实都押韵都是一样的。才会都唱正音嘛。我创作台语，我还有发现一点，台语有一个优势就是那个抑扬顿挫不一样，即使你这个韵脚不一样，但是你唱的那一个弧度是一样的话，还是押得顺。它音阶比较多了，对，像普通话就是5声嘛，对，台语可能比较多声，对，比较多声。我刚刚想要表达就是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多声的优势，所以有时候不是同一个韵脚，但是你也有办法唱得很顺。对，台语好像有8个声吧，其实有很多歌的那个粤语歌跟台语歌，我觉得有些其实蛮类似的。对，还有包括客家语，哦，对，又有一些地方其实还有一些用词都蛮相似。那个粤语如果讲一连串的那一种调调，就是像那种台湾人土土的那一种在地气息的感觉，其实蛮像的。山短路阔人海什么本姜跳舞，一声到8声。这是台语的念法。你有什么问题？你问题最多了，你再来问一个。来讲一下，如果可以出去的话，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好，我最有想法，我先讲。如果可以出去的话，我真的很想要去阿公店看一下。就要不嘞？那个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氛围嘞？我摘掉一礼拜去5天。那个真的新闻报道我都好奇了，但我知道那里是真的是喝茶聊天的地方。对，那个绝对不是吼杂的地方啊，但是我就是想要去看看它多么的吸引人。这样，你想一个。你知道吗？我唔知嘿，我现在完全没有欲望。应该会想要表演吧？当然啊，因为表演才是我们开心快乐。不是啊，你在台上看到那么多尖叫声，那种感觉真的是很爽。对啊，重点是不要说我们这一次来，对不对？什么事都没做，对，还是有一点点进度，还是有新的创作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也很希望说在未来的日子，疫情过后，我们可以唱新歌给大家听。我们上次直播就已经放给大家听了，都放过了。我们这不是要告诉你，我们这是要告诉他们，只要我们直播，尽量就要锁定。有时候给你们惊喜，没有看到人就没听到过了。对啊，然后才在那边说要告诉有没有新歌，就你没听到而已，让我在走啦。对啊。白啊鸡，白啊鸡，江鹅，呼吸，比啊声，加2块，真人泡过有时错，骹步打叉啥人无？真人泡过有时错，骹步打叉啥人无？
然后继续支持我们，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每个礼拜我都会固定更新，好不好？请大家持续锁定哦。对啊，以上陷阱江湖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的讲解。如果你们对这首歌还想要有更深度的解析，我给过来留言啊，期待我们的下一支台语小教室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